好，爱感谢大家今仔日吼会足热烈啦吼，因为咱有足细代志爱报告吼，而且今仔日咱的讲员吼Nami 李淑英艺术家啦吼，伊足细腻的，我即摆来讲介绍伤好，伊拢会歹势的所以咱即摆吼，咱几啊项代志啦吼，第一，咱就是咱有讲即个1月14吼，就是台湾选举了的过两天。咱有要伫台北举行2场啦吼。第一场下早啊是即个李在清老师，因遐有即个 podcast 你讲过我来听的团队吼，因要去遐做一个大条尔行搭吼，较顶下请伊来报告吼。另外就是咱2点开始吼，要等静修中学遐有一个即个见面会颁奖典礼啦吼。这咱较顶下咱就请即个立贤来报告安尼啦吼。无我即摆先甲时间交互立贤，立贤你敢准备？你若准备好势吼，你著甲麦克拍开吼，你著甲大家报告讲要安怎报名吼，你报名单较顶，你敢会当要安怎打吼？好，我即摆已经搭伫老围区啊，大家敢有看到？吼，若是拍开老围区，我应该无搭毋着所在吼。有看到。有看到，好，好，安尼我简单介绍一下吼。就是主要这1月14号的活动是伫下晡2点，伫大场城遐的迄个静修中学要办即摆的台湾文化奖的颁奖典礼。即个活动需要是大家报名表我也放伫下骹吼。即摆的奖项有12个得奖团体、得奖人啦吼嘛有安排2个表演团体，一个是农村女中青年，一个是苏莹莹，会伫咧顶半场、下半场拢有安排表演安尼，应该是真精彩，我家己嘛足期待的。再来做伙就早时啊会请李老师伫老师要带一个文化行搭，所以大家若是有兴趣，嘛是共款一个报名表，会使爱甲阮报名一下吼。因为阮需要掠人数，爱准备迄个导览的机器，嘛有就是就是想讲这个，因为有保险的需求，所以嘛爱请大家留迄个保险资料安尼。拢是共一个报名表，我差不多已经搭伫老围区遮，大家会使看有偌济人要参加，就先留一个资料，阮才较好按算安尼。好，简单讲是安尼，迄个行搭的部分会使请迄个李老师来加介绍这块。好，安尼无咱就咱请即个李老师来讲啦吼。李在成兄，你迄个在成兄咧讲的时阵吼，那米你请你甲你的 PowerPoint 吼，你会当先准备一下吼，先甲伊 share 一下不要紧，咱换来听吼，你换来准备迄个 PowerPoint，好吧？咱请李老师来讲哈。大家好，有诶所在是较早，阮即搭只是暗时吼，11点啦，11点外。阮即回吼，伫阮大稻埕文化行搭吼，主要就是要甲阮你讲过我来听吼，拢总有7、8个故事吼，人物的故事吼，怎伫阮迄个大稻埕吼现场吼，甲伊的故事甲地理的位置哦，落配合安尼，所以有足大的临场感啦吼。即摆的导览甲其他的导览方式无啥共，咱是以人物吼，甲伊的背景吼，一个故事性讲互听安尼吼。一般大稻埕大部分拢是讲建筑啦吼，地理啦吼，个迄个历史。阮是即摆就是甲迄个人物吼，最主要甲放喺内面啦。所以故事性真好安尼。我计划就是讲，甲迄个7、8人的故事吼，甲伊连结做一个大故事安尼吼。这是真少人有用这个方式呈现啦吼。希望大家会当来参加吼。迄个多多甲阮指教安尼吼。一定吼，阮认真要做啦吼，袂互大家失望安尼啦。多谢各位吼，咱到时吼
再来见面。阮是伫馆迄个法主公庙吼，1月14早起10点出发，一直行到静修路中，拄好2点钟久的时间安尼吼，希望大家来甲阮指教安尼吼，多谢安尼。多谢。这边吼，咱的分工安尼吼，我甲大家说明一下吼，就是讲，这个经费，这个奖金的部分吼，咱是用北美来负责啦吼。典礼的部分吼，伊搁透过这个透过信汉兄吼，伊去甲文化部有请一寡经费啦吼。所以是北美的部分是由这个陈文成基金会出面啦吼。所以若是讲要搁继续吼，会当来关心这个咱世界台湾文化论坛的事工的时阵吼，咱伫北美的人会当捐款予美国的陈文成基金会，因较甲将这个规批的捐款较送去予台湾的陈文成基金会，用安尼来做来做奖金啦，吼。好，无那米你敢迄个准备好势啊，吼？你若准备好势，你甲我讲者，你先来 share 一下好无？你甲你的 PowerPoint 先来 share。好。我即摆来介绍那米啦，吼，因为其实伊伫台湾人社团，吼，特别是阮南加州遮吼，伊参与足侪文化活动啦，吼。其中吼一个，我先来讲，拄则有讲到即个 TUF 嘛，吼，就是即个你过去嘛是有参加即个咱台湾人联合基金会，吼，你伫几年到几年，你敢会记？可能是伫2010年迄个吧，2010年迄个会看，是迄个较头前后壁呢，可能是安尼款。因为伫2010年时，我咧做南加州妇女会分会长的时，有甲 TUF 有做一个即个art talk 哈。对，敢是伫迄个Echo 六哈留白。是迄届 art talk 是伫即个陈景荣先生诶美术馆。陈景荣，嘿。佫有一遍伫留白诶。迄遍伫留白遐是伫迄是台日美交流诶迄个巡回展览，巡回倒来去日本，去台湾，倒来到美国是伫留白迄个 X Museum 遐吼，嘛是甲 TUF 人做伙吼。我感觉迄社团甲社团安尼有一个真好诶即个交陪吼，来做这活动是真好诶代志啦呀。是，因为本来迄个台湾人联合基金会意思就是讲，迄阵关西面拄要创立的时，我会记哩，就是讲，伊的意思就是讲，迄阵大家拢无基金会嘛，吼。对。袂当有 non-profit 的好处，所以伊的主要的用意就是讲，设一个基金会，来联合咱台湾人的遮个社团啦，吼。过去也做真济工啦，吼。即摆煞联合基金会煞无啥联合吼，所以爱联合基金会，我即摆鼓舞讲，大家爱有联合，做伙来做代志安尼啦，吼。互我印象较深的就是，咱有较顶可能你嘛会晓着，你伫即个小太人1947，咱含即个 Torrance Symphony 哈，咧迄个做伙办1947的演奏的时阵吼，有鼓励一寡艺术家吼来画吼，其中你画一个1947的迄幅抽象的图，较顶你可能有来展览啦吼。无咱就先社团的部分，咱就先讲到遮，咱想到倒是在咱有机会咧去甲你介绍你其他方面的经历啦，好无吼？好，安尼，咱就其实拄则我有看到仿啦吼，其实仿迄场仿嘛是伊是迄个艺典家吼，策展人啦吼，仿伊迄场吼，咱含即个Torrance Symphony 吼，做伙会当牵起来的时阵嘛是靠仿吼，仿伫迄个 Torrance， 咱伫迄个演奏厅吼的外口，咱嘛有办一场台湾之美的画展啦吼。好，歹势，安尼较顶仔看有机会，咱嘛会当请伊来 comment 一下吼。
好，安尼我就把时间交互Nami。多谢啊，大家平安，安尼声 OK 啦吼。真好。OK 好，呀。大先我爱感谢梁公兄邀请吼，互我有机会讲会当伫这世界台湾文化论坛的即个线顶，甲大家来画画吼。嘛感谢大家即摆种即个时间真无闲吼，会当拨时间来参加呢。讲起即个画图的代志啦吼，咱来看，我讲会当做。像我袂当，袂当刷过吼。但你甲我甲 click 袂当刷过。放来下骹，会当，你甲 click。袂当，袂当咧，袂当。无你就用你的键盘哈，你来看有迄个。键盘，对，我看卖遐。嘛袂过呢吼，奇怪。拄仔若像会过，即嘛袂过。是 Nest 卖哦。是 Nest 敢卖？毋知伫对，毋知伫对。你用你的 cursor 去 control 敢袂当？嘿，嘛是袂当吼，安尼伊拢一直走一个红的走出来。中间遐你敢是有档案？你敢会当甲伊分享？我有，我讲哈，你敢会当Nami？你即个中间哈，你先摕出去，我来，你甲个你。OK，出来，我头拄仔毋来三线客，即马 OK 呀，即马 OK 啊，嘿 ，OK。咱讲到即个画图的代志吼，当阮老爸伊去伫日本咧，伫瓦西拉咧读个迄个法律的时，有熟悉，迄当时留日遮的前辈画家啦吼。伊就定定派这画者，伊嘛足爱画图嘛吼。倒边即张就是伊伫淡水画的水彩吼，伊足爱画图。迄阵伊甲因同齐去画图。毋过伊转来时，伊就无歹转来吼。等我人口放放了，伊讲早若知影我的查某囝会行即条路吼，无论如何，伊就要甲歹转来吼。毋过就是人生就无迄落早知影吼。这正面即张吼，这拉鲁玛吼，咱讲做达摩啦吼。伊这是阮外公画啦。阮外公吼，伊即张图，这是算讲是嫁生的图啦吼，传互阮妈妈，再搁传互我，即马伫阮查囝手中吼。有人问讲，这敢是我有 DNA 的传承吼？毋过我回想讲，我细汉的时有一遍，我为学校摕一张图画到足欢喜，就转来互阮妈妈看。阮妈妈讲，你是画啥物啊？我甲伊讲，我是画讲我为学校安尼行转来。结果伊详细甲看迄张图，是一个查某囡仔倒伫路里安尼吼。伊看咧，伊甲我讲，真好，安尼无你着搁继续画安尼。伊并无笑讲迄个查某囡仔是倒伫路里安尼吼。所以。伊迄句话一直到即马，还佫伫我的脑海内吼，定定拢会想到。所以我想讲，到底是即个画图吼，有这 DNA， 还是讲有人甲你鼓励吼？到底是倒一项较有影响？无我想讲，这互恁去，互大家去头壳听吼。我莫头壳听，互恁头壳听吼。我来继续讲我的图安尼吼。OK。这讲起来吼，咱检查讲咱咧画图的时啦吼，就是讲一时的即个激情，还是讲咱感动来做即个创作吼。毋过你若讲甲一个暂时的空间，甲伊留掉咧，互伊成做一个久长延续的一个时间，佫会当讲有人欣赏，伊会当继续流传到永恒。我想这是一个足奇妙的代志安尼吼。OK， 咱怎看这图吼？咱知影讲台湾的科技有真侪第一吼。伫美术
内底嘛有真侪地印吼。即位陈静女士，我想有诚侪人知影啦吼，就是讲你若较有接触遮个艺术方面，你就知影，伊是日本统治台湾的是第一位女性的画家。啊，伊即张合照吼，伫1934年伊完成，啊，伊有入选伫日本第15回的地点，啊，伊嘛是第一位入选伫日本地点的台湾的女性画家，吼，这是相当无简单的代志，吼，这是咱台湾女性的一个光荣啦，吼。啊，过来咱要看黄土水先生，吼，这位黄土水先生，吼，可能嘛有足侪人有知影即个代志啦，吼，就是讲伊即摆即个水牛的群像吼，伫1924年，伊改完成的即个铜浮雕吼，啊，伊伫2009年，互人就是讲台湾该认定啦，吼，第一件的国宝级的文物，吼，这是收藏嘛，吼。啊，咱若讲转去台湾，咱有侪人接转去台湾，你若伫这中山堂，你会当看到即幅图，非常的台湾味吼，真即个乡土吼，啊，足生活性。你若看到迄囡仔坐伫牛顶，啊，踮遐咧搔牛头，安尼甲牛咧讲话吼，这足古锥吼，真特别的真乡土的代表性的一幅图伫遐呢，吼。真大范吼，你若伫迄个转去台湾去中山堂去看吼，还伫遐。啊，正面即个吼，正面即个是伊第一身啦，就是原来讲咱台湾人咧做即个雕刻吼，第一身甲人平大身，吼，即款的雕刻真无简单吼，伊用大理石去甲伊刻的吼，非常非常无简单啊。我咧甲梁公兄咧 drive round 的时吼，伊讲伊奈合作甘露水啦吼，啊我想讲，我嘛无去甲想讲啥那合作甘露水，啊我就去甲查看嘛，哦，伊这是检查是为即个佛教中诶吼内底诶一种讲法啦，吼啊嘛会当讲是一般来讲啦，吼，甘露伊嘛是代表一个真安尼太平盛世的即个世代吼。啊，伊是为即个甘露是为一种食物内底吼摕出来的内底一个汁吼，甜甜的汁安尼。啊，嘛会当解释讲是天降甘露安尼。我咧想啦，啊，可能就是即个黄先生吼。伊有经过即个世界大战，吼，啊，迄个了后，伊可能望讲为哪开始世界和平，吼，啊，伊即身查某人头壳顶面安尼有一个望吼，期待一个太平盛世的即个世代来临安尼，因为伫迄个真保守的，咱若甲想起来，伫伊迄个世代是非常非常保守嘛，吼。查某人差不多规身躯包甲安安安尼啊，啊伊竟然会当做一个讲裸体的即个安尼全身躯的雕刻吼，啊刻甲遮尔水，啊一方面可能嘛是要讲爱人来看到即张图的即个雕刻的时，就是讲你知影讲即个水的本身吼，并无掺杂任何的罪恶甲见效，吼。我的感觉，迄是我的感觉吼，吼啊，这是第一件吼呀，所以，这是去年吼，台湾有该做展览啦，吼，伊这有真侪故事，咱会当去 Google 啊，就会当知影较详细吼。啊，过来咱要看讲，还佫一件国宝吼，这是林玉山先生吼，伊的莲池啦。啊，即个莲池嘛是诚趣味吼，伊有诚侪故事，我简单甲讲吼，因为伊要画即张是互蠓仔咬吼，为着要画即个天普光吼，
咱若看即张图，伊诶水诶所在，就是讲，伊会当甲即个天曝光，迄个安尼小可朦胧诶光伫迄内面真柔和，啊，你会看到讲伫迄清早诶时，啊，迄个叶啊，伊画无共款诶姿势，若像互你看到讲，迄个风安尼甲吹过，啊，迄个若像你伫迄个花，迄个莲花池诶边啊。啊，你去闻着迄个莲花，迄个风安尼甲你送过来吼，真清芳诶，迄个真特别诶，迄款诶情况吼。啊，所以伊就将即个甲画个，啊，遮尔生动啦吼，啊，遮尔吸引人，啊，所以即件就伫即个几年吼，伫2015年是文化部就甲伊登记做国宝。啊，这中间吼，险险啊，即张图险险啊去互日本人收藏。日本人足爱即张图，啊，毋过国美馆听到即个代志诶时，伊就紧诶，因为伊家己敢若有1500通好运用，所以伊就发动讲，安尼来发起民间吼来募款。啊，台湾人就有疼心嘛吼，啊，即个台湾人诶资产，哪会使去互日本人摕去？所以大家就紧诶互相帮忙，啊，就甲即个资产甲伊留咧安尼吼。所以讲这是一个国宝吼。咱台湾人诶美术吼，美术运动伊是差不多是伫日本诶殖民时代吼，有得到一个真大诶即个帮助啦。虽然日本统治台湾吼。有真侪即个较无好诶代志安尼吼，啊，毋过就是伫美术方面吼，我会感觉吼，因做了着相当袂歹，吼，伫因诶即个50年内底吼，有培养出台湾诶第一批诶西洋画画家，亲像咱较知影就是讲李维秋、李小桥、廖继春、杨三郎，哦，等等，遮嘛是我诶老师啦，吼，学校老师。啊，伫东洋画方面，吼嘛有林玉山，吼，就是即位林玉山，啊，桂雪湖，啊，陈进，我头讲迄个女画家，吼，啊，较后来林志祖等等，吼，啊，即个东洋画后来有改名做即个加彩画，就是林志祖先生，伊伫1977年，吼。伊讲，伊一直争取几啊年吼。伊讲，啊，油画是加油，啊来讲做油画，啊水彩加水讲做水彩，啊咱即个用加来染伫咱的色彩内底，安尼画图，咱甲号做加彩是毋是真适当？吼，后来这个改名做安尼。啊，伫因迄个时代，吼早时，遮艺术家因若要出名，因若吼。就是讲，因要展览，甚至要展出因的作品，伊若无参加讲即个像讲地展啦、大展啦、副展啦，即款物件，你若无去参加，吼，还是讲你无得到遮评审讲，吼，特别得到遐名分啦、第展啦、优等啦，吼，若是无安尼，你就无法度透行啥吼，即个名声无法度透行啥。啊！你亲像我欧洲诶遮画家吼，因若无入选伫沙龙，因诶图嘛诚歹互人收藏吼，无通得到肯定安尼。啊，毋过若是即马咱都拢无问题，咱看伫网上你凊彩家 Google， 你就会当去看到足侪画展吼，啊是讲实际上诶画展吼，实体画展吼，即马就加少即个方便安尼。OK，咱来讲着讲我安怎甲即个画图连结吼。即个画图其实伫中间嘛是真传奇啦，吼，一个真，我讲这是一个神迹吼。我咧甲Simon讲时，我讲这是一个神迹安尼吼，因为我报名单内底有2个志愿，啊尾也剩1个尔，啊是考试诶时，啊竟然我无准考证。啊，我嘛去考试吼，啊，所以讲起来，我会当入去即个国立艺专去读吼，完全是上帝
特别的一个稳定安尼吼。咱看到倒边即张吼，这是李泽藩老师吼，伊是李远哲的老爸啦吼，李远哲博士的老爸，伊足爱我即张图，我嘛毋知伊啥足爱我即张图，吼，啊，毋过尾啊嘛是，我嘛家己收藏啦，无互伊收藏安尼吼。啊，阮伫遐艺专吼的训练吼，原来是算讲是即个日本吼制式的即个因传来啦吼，传来的即款的制式的即款艺术教育啦。啊，即款的物件你若讲起来讲，啊，我为遐出来，我是毋是就是行即个写实的路？啊，是安那我是为倒一个门旁扫出来，那会变做抽象啦吼。啊，我艺专入去是第2年吼，啊，迄当时第2届啦，毋是第2年，我入伫艺专我是算第2届吼，算真早。啊，伫1960年的年代，啊，毋过伫1957年，师大遐毕业生因就开始有成立即个5月画会甲东园画会吼，啊，因就是较早受到即个抽象画的影响，啊，所以因的画图方式拢总是抽象画安尼。啊，伫1960年吼，开始即个抽象画就伫台湾就真流行安尼。啊，迄阵啊，就是阮入去伫艺专咧读的时阵，啊，因迄款安尼天马行空的表达形式吼，互我就是足甲我吸引吼，啊，我就感觉讲，嘿，我会当安尼遮尔安尼画甲你拢安尼无拘束的迄款的吼，会当你想要画啥，你就去表达啥物物件，安尼甲画出来。啊，所以为迄阵开始，我伫学校画是写实，啊，毋过私底下我家己画，我就用个抽象画的即款的表达方式。啊，伫毕业典礼时，阮逐个人拢爱交2张图，啊，一张是你伫课业上的学习的图，一张就是创作吼。啊，即张舐犊情深吼，1966年是我毕业的迄年，这是我的创作。啊，毋过伫阮同学咧调度吼，迄阵啊伫国立博物馆嘛吼，啊，伫遐咧调度咧展览的时吼，迄个科主任吼，伊行到迄个所在，伊咧巡啦，巡讲调了好势无？巡到遐讲，滑头甲我看，我徛伫边嘛，伊滑头甲我看，互我2个银哦。伊讲，啊，你是为虾米啊？啊，伊足无欢喜，伊袂当接受，伊是足写实吼，伊画得真好，啊，伊足写实，所以伊就甲我的同学讲，写遮，即张图袂当展览安尼吼。哦，啊，我就足紧张，我讲我剩一张图哪会使咧？等走，我的同学佮甲我摕起哩吼，佮挂起哩。啊，第2日，迄个迄阵啊有即个画评家吼，伊后来楚歌吼，伊后来是做即个国立博物馆的即个馆长吼，伊阵啊真出名啦，咧做即个艺评家吼。啊，阮当中展览有72件，啊，72件内底伊选5件吼，竟然即张是伊内底一张安尼，啊，因为得到伊的肯定，所以我就较勇敢吼，聊入去即个抽象画咧吼，啊，因为时间关系，所以啊，我无摕迄个中间足济遐图啦吼，我就跳者讲伫80年代，我有去西山吼，去摕一寡即个抽象画的课呢。吼啊，伫遐的教法，甲台湾的教法都有非常的无共款吼。伫台湾迄个老师较会讲，你着照我安尼画吼，伊会讲你会照伊的方法安尼来画，啊，你若画了伊无介意，伊可能来到你的边仔时，伊就是你的笔摕起来，伊就甲
开始倒咧头顶甲你改安尼吼，迄是阮迄当时啦，即马有改变，我毋知影吼。迄当时阮是即款诶方式，啊，去甲死散诶是，啊，遐个老师伊就讲，啊，你爱为你以前完全毋捌用着诶物件，你以前毋捌做着诶迄款诶做法安尼。我讲哇，安尼我毋捌迄个大张，毋捌画较大张。伊讲啊，你去买一张上大张，啊，所以买一捆，啊，着伫厝顶遐，因为无地囥啊，伫个教室诶爬去厝顶，啊，规个厝顶创起来，差不多咱诶普通诶壁诶2米壁较大。我讲安尼我是要哪画？啊，伊讲啊，无你着用一个大桶去用到迄个刷吼。安尼着甲破，啊！我真正去买油漆，啊，甲用迄白克子，啊，着搅搅咧，啊，着安尼甲破去，啊，破去了，我要安怎？即个图我总是爱整理啊，即个色彩爱整理，所以着即朋友、迄朋友、即朋友、迄朋友吼。啊，过来我诶笔遐设计是要安怎？上大机嘛无法度啊，啊，啥亚扫手去扫吼。啊，这头顶嘛有吼，倒边即张吼，头顶嘛有纸啊，嘛有涂粉，嘛有用扫帚扫过，嘛有茶几，啥物物件拢有伫内底。就是讲我毋捌做过物件，你去甲做看卖啊咧。安尼就开始迄个规个，你着开去啦，吼，你诶视觉会开去，你袂去，干若讲。甲家己关伫一个较束缚诶，你家己已经认知诶遐物件，吼，你会开始甲开阔安尼。我是感觉讲即款诶教法真好吼。啊，我伫遐嘛共款有去摕一寡彩色玻璃诶作品吼，即个是即把吼是咧画银河系啦吼，银河系安尼啊。因为看足侪即个 geography 迄个电影吼，啊，因那是啊结果有一摆就是讲，即个玻璃摕入来甲为我诶拍起来的摕为拍起来摕入来即个教室时讲，忽然间家己破去，啊破去了玻璃甲我擦甲规个手吼，啊我知影为迄条开始我感觉讲这做玻璃嘛是有真大诶危险吼。你若伫厝里做，囡仔还细汉，减知因会着伤，啊，你毋知影，创无清气着伤，啊，所以我昨昏无过做玻璃代志，啊，毋过玻璃头顶遮个线条，遮切割线，说啥影响我后壁，吼，佮刷入去我诶画图诶物件，吼，就是我无摕迄个8箍年遐代志，遐图啦，吼，不过。后来我去展览的是会图，遐画出来就是有遮切割线吼，啊，即张是迄个开始吼，开始有迄切割线安尼呀。所以一项物件，我诶感觉就是讲，你咧要一个创作诶时，你会受着你诶生活影响，你诶周围诶，也是讲你诶经验，也是讲你你是音乐方面，也是讲即个社会。所有对你的影响，拢会出现伫你的这图的顶面啊！吼，啊，咱讲，我常写讲，上帝有送2个贵人吼，啊，柳暗花明又一村，就是讲，即张图是甲张义雄先生有关系吼。伫伫98年吼，1998啦吼，我有受龙门吼，伫龙门的画廊伫台北展览，啊展览的是大家拢足爱即张图，啊毋过无人讲，我来甲你收藏即张图咧，啊我小可有失望安尼吼，张立雄老师伊伫上尾啊，就是我已经结束啊，啊伊就看到海报，伊讲啊，即张图着大家要看呢，啊，佫着已经送转来伫洛杉矶啊吼，啊，所以我着甲伊问啦，竟然伊爱即张图，啊，伊到底是爱啥物物件？伊讲
伊讲啊，你即个构图甲即个色彩的即个压达，互伊真感受真济安尼，伊感觉真好吼。啊伊煞咧，伊甲我讲，啊你着继续画着对安尼。啊，迄句话，互我本来想讲，啊，我若是电脑无人爱读，吼，安尼，我即条路可能就是我甲图拢都挂掉，拢都甲烧掉安尼吼，安尼拢总莫搁看到即款物件。啊，毋过因为伊迄句话着甲我真大诶鼓励，所以我着想讲，啊，上帝互我即个较特别诶运势，可能就是讲爱我去共鼓励，爱我去共分享，我所知影诶淡薄，会当帮助人，互因会当达成因伫艺术方面诶愿望安尼。吼，啊，正面即张就是甲陈景荣先生有关系啦吼。伊著伫2005年是，我有带10个艺术家去即个巴黎去展览，啊，展览了，伊有带阮去，excuse me，带阮去即个巴黎一个沙面的，伊讲咱来找好物，我讲好，啊，就逐家都缀伊去，啊，去到遐，啊，忽然间阮咧找中间讲，那有人咧叫拉米啦。我就看讲，巴黎嘛有人号做拉米，讲，毋是咧，我头一个看是陈教授咧甲我叫，伊讲，即个钉仔摕转去画安尼。啊，我想讲，这钉仔是玻璃呢。伊讲摕转去画，摕转去画了，我看卖啊咧，啊画了，吼，包转来了，无破去啊，好你甲知，啊，我着画了欣赏互看安尼。啊了，伊着鼓励我，伊讲安尼好，来参加即个法国即个沙龙的比赛安尼哈。啊，所以伫2006年到2009年哈，连续4年参加沙龙的比赛，内底有4张，我拣2张出来了哈。呀，这是查某人的细历内底的其中的一百哈，这张毋是足大百安尼，因为你着爱摕图去到遐，啊，然后你着爱家己搁摕倒转来，啊，无你着爱拜托人甲你摕去，非常非常的麻烦，啊，所以这张图无足大张，啊，正面这张有较大张吼，啊，这张祈祷的手，人会甲我讲。奇怪，人祈祷的手拢画手，啊，你的手是伫对，拢看无手。啊，这其实是我家己的一个生活的体验啦。就是讲，我咧祈祷的时，手内底捧咧足侪我想要爱的物件。啊，毋过伫我的体验内底，就是讲上帝毋捌互我的需要欠缺，啊，所以我就画即张图哈。咱会看到讲真侪只无共款的色彩，真侪只奇奇怪怪的物件放伫遮，这是咧代表讲我放伫手内底足侪遐我想要爱的物件。好，OK，咱来看，我的迄个图内底吼，嘛有真侪出个细粒的，细粒无共款的细粒啦，吼，呀。啊，即个系列内底吼，有像讲，我头有讲有即个女性的系列嘛，吼，啊有颜面的，就是讲画人啦，画人头啊，人面的系列，啊有少年故乡啦，有宗教啦，有民谣吼，啊即个宗教的系列吼，即摆图我是因为。人会问讲啊，啥人来画3年才画了啦吼？迄是当我咧家己咧灵修诶时啦吼，读着即则圣经吼，以赛亚书53章啊，本来我想的是基督徒以赛亚书53章应该是读足侪遍，啊嘛听过足侪遍诶讲道安尼吼，啊，毋过有一遍我特别有感受吼，感觉讲。像这第5节安尼吼，比较第5节讲，若是伊为着咱的过失受伤，为着咱的罪过受害，
伊担当刑罚，咱得到平安；伊受鞭拍，咱得到医好。就是迄个时阵，拄伫我拄伫迄个上界，就是情绪顶面啦吼，安尼，那像云霄飞车，我伫上低诶所在啊，行过伫死因诶幽谷咧，差不多伫迄个情况。所以读着迄阵的时，我特别有感受。所以我就讲，安尼我爱甲即张图画出来，伊遮尔即款无比诶疼吼，互我真大诶感动。我就甲画。伫构图诶时，我想讲，我莫像普通安尼画，像讲玛丽啊，也是讲遐查某人吼，伫即个十字架下骹安尼，也是讲伊遐门徒。因为我搁读到第6节诶时，就讲咱人亲像迄羊迷路吼，拢偏行家己诶路，我想，迄个羊啊，应该甲羊啊囥伫遐较好安尼吼。搁第7节嘛讲，伊受着压迫，拄着艰苦，还阁无开喙，亲像羊啊，互牵到树台底，伊嘛安尼，羊啊互责问嘛点无出声安尼，所以我就安排这羊羊毋是凊彩会当去画着，我讲我要去倒去找羊拄有一届倒迄个万圣节，人迄有一堆个羊伫遐，咧互囡仔看，我紧诶摕我诶个速写簿紧诶去遐去速写足济吼，才甲完成安尼，这后壁有一个蓝色这吼，这是代表讲迄个圣经内底有写讲耶稣互钉死诶时吼。本来是人，迄个圣殿内底有一个祭圣所吼，就是祭司代替人入去内底祈祷安尼。毋过耶稣钉死诶时，伊就是迄个布完全位顶离甲下吼，就甲上帝甲人中间诶迄个隔膜甲拍开迄是我要表达诶物件。过来正边即个民谣说明吼，这是因为有一遍这个会中会长吼，会中会长今日嘛伫遮，会中会长吼，伊有一遍来即个南加州分会来演讲诶时，伊诶主题演讲是讲着咱台湾诶民谣，伊讲了，互我足感动诶。我讲，我真简单，我毋捌对民谣遐尼详细，知影伊遐内底吼。是安怎会有迄款诶民谣出来？是安怎会伊内底到底是蕴含啥物款诶意思伫内底？所以我开始转去开始直听，足感动。所以我望春风吼，咱会看讲望春风，我是咧画啥物吼？内底我想咱大家拢足知影啦吼，就是讲开门甲看卖吼。即款诶有当时拢一款诶隐喻性啦，吼隐喻啦，吼，就是讲安尼开门甲看安尼，吼看到月明都笑阮狂大呆，吼互风骗毋知吼，我是用过即款诶这是用卡片画吼，甲伊若像迄个风咧吹迄个树叶仔叮当，还是讲遐沙仔叮当吼，是要甲伊制造一个气氛安尼吼，所以为这民谣说明足感谢这非常特殊吼，伊安尼迄届演讲才好引起我做即款的说明吼。OK，才有两张图吼，迄两张图是伫迄个顺天美术馆因的收藏内底，总是伫2019年是因全部，因为即个老头家吼。考方员博士，伊诶收藏甲人无共款，互人真感动。伊就是收藏台湾诶即个艺术文物，将来有一日就是伫适当诶时间，伊就全数安尼奉献转去吼，奉献转去伫台湾安尼。伊诶子孙嘛有即款诶心志，我就感觉讲这是真。是不会衫全部烧了。你这个衫
伊迄款诶即个心志，互我真感动吼。哦，伊甲伊诶首长差不多是安尼无共款时代诶即个有台湾诶艺术家、台美诶艺术家吼，安尼甲收藏落来吼，这非常互人真感动啦吼。啊，过来，咱头拄有听到梁公兄提起吼，即个1947，我为1947咯，迄阵啊是，就是讲南北，咱有看到萧泰然教授伫遮吼，吼，这是复制品啦，这是原作啦吼。啊咧，为即张我用手画吼，啊，迄阵啊，因为要 present 这萧泰然的这个作品，互主流的社会知影吼，特别有摕到吼，梁国兄摕到讲这个1947是毋是咱会当画即个图出来安尼吼？啊，我转去就直直听甲流目屎吼，啊，真正是足感动安尼。我想讲我是要安怎画吼？啊，当然你迄个时阵我想要画遮大张的图，就是讲迄个嘛有一个关系，就是林显模画家吼，有个人伫南加州可能有个人知影吼，若无伫遮人可能较毋知。伊那大伊捌有一届伊有做卡len达吼，我有拜托伊讲伊会倒来互咱做卡len达，所以踮遮有个人若还佫收藏迄个，会当佫去现伊的图，会当看到伊的图。啊，咧画即张图诶时，我就想讲我是要安怎甲伊表现出来。啊，所以咱若看到讲伫遮有乱七八糟诶，我迄阵会想法，因为伊内底有一段是即个一只鸟啊好救救诶一段诶变奏曲啦吼，甲伊掺杂伫迄内底安尼。我想讲，迄鸟兽若去互弄破，就参像讲这受难诶家属，伊迄个家庭诶一个迄支条上大支迄支条，啊去互人无代无志，互人掠去甲伊残害去安尼，吼去用刣死。啊，迄是偌尔悲伤诶一个代志安尼，吼啊，所以我就用过那像鸟兽去互弄破去，啊，所以你会看到遮乱七八糟安尼吼，我就用乱七八糟即款样，啊，然后咱看到讲遮一个玉山吼，玉山若徛在，我讲玉山徛在，咱就知影讲台湾无代志，台湾足安全，台湾足在安尼吼，咱就足安心。啊，只有一寡安尼，若像你去个顶起起来的遮个厝安尼，互伊，因为历史袂当袂记，总是咱我若是爱向前行，爱抱着一个愿望安尼，吼。啊，才有一丛树啊，就是讲，迄个歌内底有讲种一丛疼诶树啊，所以我有诶是用过安尼真抽象诶迄个表达方式，啊，有诶就是讲小可有一个具象诶物件，吼，伫遐安尼两个，啊，结果伫即个图面顶面，伊嘛无有即款诶讲，分离，也是讲有啥物即个差错，讲互即张图袂好势。即张图安尼，我嘛感觉讲啊，处理啊嘛诚趣味吼。啊，即个黄色遮就是讲爱有愿望啦，啊，隐隐约约内底就是讲台湾嘛是有进步有建设安尼吼。OK， 你若有问题，透我会当佫讲吼。啊，遮就是讲即张是迄个是哪大诶即个丝啊吼，即个 scarf 吼，因拜托我讲做一条长诶丝巾，迄个围巾啦。啊，正面即张吼，是迄阵啊听到美丽岛30周年诶即个回顾诶时，我嘛足受感动。啊，拄我咧想讲，我要画即个蜂鸟吼，啊，蜂鸟真细只，啊，梁公兄讲啊，蜂鸟甲
即张图啥合作甲美丽岛有关系安尼吼。我讲啊，候鸟足细只吼，啊，咱拢看讲查某人足软正吼，啊，其实咱若看美丽岛遐查某人吼，真正是足勇敢，因为着民主吼，啊，为着即个人权吼，自由，因安尼无惜家己诶性命，因也勇敢徛出来吼，啊，我嘛足感动诶。啊，即候鸟会当画出来吼。因为候鸟诚细只，伊飞较足紧诶吼，真歹画，所以我有拜托即个洪瑞麟画家吼，伊诶后生，即个洪南山吼，伊足好摄影，伊摄影大师吼，伊有足侪即个鸟仔诶即个相片吼，啊，我甲伊讲啊，拜托你送几张啊画做参考安尼吼，啊，咱知影候鸟飞足紧嘛，伊诶。啊，所以才有足侪线条是咧表达即个候鸟伊咧飞诶迄个速度吼，速率啦吼，啊，甲真侪即个候鸟伫即内底吼，啊，当然后壁有参杂，因为伊是我想要画候鸟，是因为候鸟住伫我诶迄个花园啊，所以我就想讲用即两项去甲伊做一个连结安尼吼，啊，照一个。啊，倒边即个女人吼，细粒，这是咧画查某人诶一世人啦。咱查某人为出世，啊为细汉，啊一直甲伊变大人，啊伊变做人诶太太，变做人诶妈妈，变做人诶阿嬷，变做人诶阿祖，即个变化足大咧吼。啊，查某人安尼细咧长卵安尼吼，啊安尼。规个天天宝宝安尼做遮个代志，有当时啊有丰受到即个尊重，啊毋过大部分较早前啦，即摆人查某人较有受到尊重吼。爱早前有一寡查某人嘛是无啥方式受到即个尊重吼。我诶感觉就是讲，应该爱互人受到尊重，爱互人受到疼痛安尼。迄是迄款诶感想，所以画即张图出来吼。我给咱来看，伫2011年时，我有过去帕萨丁啦诶 Art Center 吼，过去过去伫这抽象画，我想讲，敢会有啥物佫无共款诶物件会当，互我伫咧表达诶有啥物款诶会无共款吼？竟然有无共款啦吼，因为梁光华甲我问了，我阁入去找哦，真正无共款吼，因嘛是爱阮讲，你爱用你毋捌去表达的方式去甲伊试看卖安尼，吼。即张就是迄个上课了以后，即3张是上课了以后的吼。即张吼是用个手甲卡片来画吼，啊，即张是画即个即张是用个即个卡片画尔吼，啊，即张是用个手画啦，吼，迄阵仔是想讲啥会画即张出来吼，我家己嘛真伫遐真挣扎吼，因为画图的人一直咧想讲，特别画即个抽象啦吼，你安怎甲即个无形的物件，安怎伫有形的物件，安怎你用个无形的要甲伊表达出来，你还阁表达甲有迄个意思伫内面。啊，伫头前我会足侪拢是较有会看到一个具象的物件，还是半具象的物件伫迄内底，藏伫内底安尼。啊，即包图我着差不多就是会当甲伊放出来安尼，吼。所以有当时就是讲，去用一个无共款的方式时，还是讲有人甲你提醒时，你咧画图就会当为你原来的迄个较有束缚，还是讲你原来
有一个无形中会家己一个形式伫遐，你才会当透开安尼，啊去勇敢去试啦，吼，迄是我诶感想吼。OK， 后来，吼，后来会阁影响，就是讲像即个2021年，我有话，即摆度后来有互邀请去伫 Australia 去遐展览嘛吼。即摆无足大，因为迄阵要行是伤大张，足歹行吼。啊，我讲鲤鱼伫内底吼，锦鲤鱼啦，迄阵有饲这锦鲤鱼吼，啊，所以用过即个小可抽象啊，毋过你会看着这鲤鱼伫内底安尼，迄确实我较常咧做诶迄个表达方式诶，对啊，内底佫有水影，鲤鱼伊咧吼，你若详细看遮还佫有鲤鱼啊，有看着吼？鲤鱼，你若无详细看这是一张抽象画，吼，伊咧叮当是只有水咧叮当诶迄个吼，用个手画安尼，啊，即个过来吼，流动画，我伫2008年时，就有感觉讲，即个图若是用过即个流动诶方式，迄阵仔是用过acrylic 甲即个油画吼，两个去甲伊染，因为两个伊是一个是水诶吼，染水诶，一个是染油诶，所以因两个会互相会抵达着安尼吼，啊，所以伊会安尼家己走来走去，啊，为迄条一直甲伊饲到后来，我有伫即个哪大诶网络吼，有上课，有教即个画图吼，啊，有足侪人去网络去找是讲，一寡流动诶嘛是诚新鲜吼，啊，所以有用到一寡即个流动诶media吼，啊，开始甲伊染亚克力落去甲伊创，啊，创互学生看，所以我着家己嘛是有做足侪无共款讲，是毋是遮物件是受控制，还是无受控制？吼，你若受控制是，你要安怎去甲控制？啊，这就是安尼生出来诶图啦，吼。啊，正面即点是耶稣受洗吼，因为我咧想讲我明年可能会做即个吼，咧努力啦吼，要做一个5遍诶即个工作吼，伫即个线顶要做即个工作安尼。迄阵仔咧画是讲，我是毋是会当用个流动诶画甲伊控制讲，我要画一个耶稣受洗，伊为即个吼安尼。为水顶出来诶时吼，出来时啊天开吼，啊有迄上帝声音吼，迄个圣神吼，安尼降临吼，圣神若像钱啊啦吼，天开圣神若是钱啊，安尼降临，啊有上帝声讲，这是我所听诶囝，我所欢喜诶安尼吼，啊，我尽量要甲表达啦，有表达出来无吼，大家会当参考啦吼。呀，你无足大包，因为爱甲伊控制吼，啊，我惊伤大包是会真歹控制啊，所以我无讲创甲真大包安尼吼。啊，你会讲看着这，你讲那物啊，你毋是拢画抽象诶，哪会阁走倒转来画这？这是我诶习惯吼，我定定画甲一个坎站诶时。也是讲我去碰壁，学生甲我讲，伊若画甲碰壁吼，就是讲你画甲遐有当时爱有一个突破诶时，你咧，若像你咧爬一个山头啊，你爬袂过吼，迄个时阵我诶办法就是讲，我阁转来我诶写实，是毋是我会当伫遐去找着一个突破诶点，我会当为遐阁进一步，也是看我倒啊敢有生sense哦。啊，所以因为咱咧看讲，是毋是写实图伊才有即个 3D 诶感觉，还是讲你是咧画即个抽象诶图，你就是 2D 尔，你就是足平面，无一定啦。就是讲你嘛会当互伊足平面，你嘛会当互伊足有即个深度诶
即个表达方式安尼。所以我定定都会当来写信吼，咱会看着讲，这是较早期的写信，即个阮兜的起啊吼，啊，即个古锥囡仔吼，因为因的表情足古锥啦吼，表情真古锥，所以我着摕相片吼，因为囡仔无法度坐伫遐，我摕相片啊，着甲因画吼，这是我的办法啦吼，啊。有人佫甲我问讲，我是毋是当时准备要佫过电安尼啦？啊，毋过我伫真早我着有做一个决定，讲我即世人我敢若要做3摆决定吼。第一遍吼，伫1994年啦，我着讲，迄个时阵我是咧分享讲啊，迄当时啊，我所画就是迄个抗战吼。1998年。受邀请伫龙门画廊诶时，迄阵我是抱着感谢我爸母吼，伊甲我支持，互我会当去追求我艺术诶即个梦吼，所以我着伫遐做一个展览安尼。啊，伫2008年诶时，我是感谢上帝，讲伊甲我当做一个宝贝安尼吼，啊，互我安尼一路行来，虽然。安尼嘛捌行过死命诱惑啦，啊，毋过就是讲，我嘛真顺利，安尼平平行过，啊嘛足感谢讲，我伫我身躯边，我熟悉诶朋友吼，真甲我鼓励，啊，真甲我支持安尼吼，啊嘛感谢我诶囝儿吼，所以我感觉我做3遍安尼，我都有够啊吼，人生安尼起起落落吼，啊，无论如何，我是感觉讲，我。感恩啦，存着感恩的心吼，啊，我坚定即个信仰啊，学习对家己爱有信心安尼吼。过来我想讲吼，伫即个要结束的进程吼，我甲大家介绍一本书啦吼。我想你若来听，可能就是对这嘛较有趣味吼，对美术较有趣味。恁要较知影讲台湾的美术史啊，台湾的即个艺术家吼，即本书是台湾美术史的字典吼。发行人是廖新田先生，出版的是国立历史博物馆吼。啊，你嘛会当去，我等于台湾嘛是买会着啦吼。啊，无你着去网络去甲伊查询吼。啊，若要详细吼，即个发行人可能咱着拜托即个小等的吼，即个杨光兄会当来甲咱介绍安尼，吼。安尼我着讲到遮吼，安尼多谢大家吼，帮忙甲我伫遮咧画画安尼吼。真感谢娜米哈，伫小英女士遮尔精彩诶演讲和分享啦吼。伊毋若讲着伊诶话，伊嘛有讲着伊诶信仰诶背景，甲伊对即个人生诶看法吼。我知影咱内底吼有足侪娜米诶哪大姊妹好朋友吼，伊过去嘛捌伫哪大。就是北美台湾人妇女会做过几场诶分享和演讲吼，所以咱若有想讲要虾米交流诶吼，请恁举手吼，恁咧想？我先甲这创调吼，是无？好，我来创。咱这调诶嘛真好啊，真水啊。调若是有要问，我着甲调咧啦吼。若是无要问，我着无。是讲，啥好调咧好哦，即幅图真水啊，大家分享较久诶。OK， 若无去嫌，我着家己留咧吼，大家咧想诶中间吼，我先来起一个头啦吼。你拄则有问一个问题，讲互大家人去想啦吼。我想足久啦吼，你问讲这艺术即个物件吼，到底是？是 DNA 还是 DNA 还是后天的吼？我这想抑佫想无答案啦吼。不过我是安尼咧想讲，假使讲吼，你诶人生诶过程诶中间吼，若拢一直留伫台湾吼，
含搬来美国哈，啊，你这个创作会有啥物款的无共款啦吼？当然，你拄则你有小可讲过吼， Yeah，你讲到的是讲你来遮，你搁去学院的训练吼，受迄个美国的，伫迄个帕萨迪纳阿 center 吼，啊受的训练，这是较属于技术的嘛吼。啊，毋过咱到一个程度，一个艺术家的创作，迄毋是干那技术面吼，有内含你大个所在，你拄着的境遇吼，会产生关联吼，啊嘛有像讲伫你的情形的中间，你有参与真侪咱伫台美社区的遮的活动吼，包括你有替即个太平洋时报做文艺版的主编吼，啊，我感觉迄拢是足有分量的一寡文章吼，因为太平洋时报是算做讲迄个伫咱台美社区吼唯一的一份较社区型的报纸啦吼，伊含公论报无共款吼。公论报是拢是较讲着伫较政治运动、咱台湾独立运动的即种的论述吼。啊，迄个太平洋时报吼是较牵涉着讲，毋定敢若咧洛杉矶呢，是全北美诶，即个咱台湾人社团的迄个即个报道吼，甚至伊有互即个美国主流即一个博物馆叫啥收入吼，迄个博物馆的名我即摆一时想袂起来吼。我啊，回那若是遮，回那会知影。若有人确定啊，有人知影，互人讲，伊是咱台美人一个诚大的成就，因为是咧收集所有的伫美国的遮地区性的报纸吼，啊有收入去安尼吼。所以我问题问啊落长，检查记袂记。我会记得我讲就好啊。对，啊，我知影你一向吼，你拢你拢有参加即个论坛吼，你出席率足悬啦吼。我一直足早我就想讲要邀请你来遮分享吼。我会记咱差不多3、4个月前你就开始准备，我会知影讲你用伫即个准备的中间，你用足侪心神啦吼。啊，而且甲你多谢啦吼。好，安尼个转来即个问题，就是讲，假使你若是伫台湾拢无出国吼，啊，含过你来遮吼，来到伫即个美国即个南加州即个所在徛起，啊，即个会是啥物？即个艺术的创作吼，内容方面也好吼，啊讲技术方面也好，会有啥物款的无共款？呀，即个咱若讲伊的教法真正是无共款啦吼，就是讲，我会感觉讲伫台湾较济，因为，比如讲台湾的课内底吼，伊无特别开一个讲，你有抽象画，吼，你袂当去选择即个课啦。你足爱，你嘛袂当选择安尼吼。就是讲你内底咧甲你教的先生，伊若是有即个意向，伊减再会甲你鼓励。啊，毋过伊若是无这，咱若知影讲，咱所熟悉这前辈艺术家，像讲廖继春先生，伊就是伫迄辈内底，伊一个真特别，就是讲伊有跳出伊的迄个写实，伊变做一个较开放、较抽象的即款的会导出来吼。啊，就是有即款的较开放的即款的，互你袂感觉讲你一定爱成团团成团成讲即个这是吼的即款的教育啊，教育方式啊，我感觉像讲细汉的时哦，我算较好运啦。阮迄班内底大概敢若我跳出来尔，会当画即款抽象画吼。就是我细汉时，阮老爸伊家己爱画图，伊嘛是为教育出身吼。啊，毋过伊就是讲，伊无讲你爱照我安尼，敢若行东就东，你袂使行西安尼。伊互阮真自由啦，啊，所以我就较无迄个
束绑吼，咱像讲孙悟空迄个紧箍咒安尼吼，我定甲我学生讲，咱像孙悟空的紧箍咒，因为因讲你袂使安，你袂使，你着足乖。吼，啊，讲起来讲，我是无乖吗？毋是我无乖，我嘛诚乖吼。啊，毋过就是讲，伊互我的想法较开放，伊袂甲我绑掉咧安尼。我敢会当搁甲你请教一下。啊，伫学校是安尼吼，即个学校，台湾的学校安尼，啊，毋过伫美国学校，我会感觉伊着互我真要哪讲，就是讲互我感觉我足自由，我会当去画我要爱安尼。啊，伊嘛看我的图，伊袂讲你安尼是咧画啥，伊袂安尼，伊着讲好啊，会问你咧画啥，啊，然后伊着鼓励讲好，你搁继续画，看你要完成到对安尼。伊敢会讲你是完成啊无完成？这是一个足大无共款啦。我有听人咧讲吼，讲伫即个日本也好吼，或讲台湾就受日本的影响吼。因艺术的教法就是讲，你根据一个去对一个大师级的人吼，去学吼，啊，你学是差不多学着恁即个大师的风格，啊，你较学到一个程度，你较去超越吼，你即个老师的即种的风格吼。啊，伫美国艺术教育的养成吼，较毋是安尼，就是讲你若是讲好你即个色彩、color 你有欠啥物物件，你着去对迄个 area， 你感觉上好的人去学吼，你无一定讲对一个大师级的安尼吼。啊，听伊讲，伫插画方面嘛是安尼吼，因那日本时来插啥物流啥物流吼。啊，伫美国就是无即种诶吼，就差不多一个根本诶一个美感吼，安尼，互你甲你训练啦吼。啊，毋知讲你伫即个过程诶中间，你伫台湾诶时阵，敢有对啥物款诶大师啦吼？我有听着，拄则你有讲着几个人吼，包括迄个张义雄甲你鼓励安尼吼。啊，毋过张义雄老师吼，其实我毋捌伊呢。但迄届甲伊见面尔，伊100回台湾，甲伊100年回顾展吼。啊，迄阵我嘛拄伫台湾咧练展啦。啊，我想讲我紧来甲伊看吼，啊来甲伊说多谢，因为伊毋知讲伊对我诶影响偌大，伊毋知影吼。啊，毋过迄届我拄伊无着啦，伊拄迄日休困，无去伫遐呢。我毋捌咧。阮的老师是李梅秋、杨三郎、廖继春、廖德正、李德潘，啊甲安尼吼，这是阮主要的老师。啊，因若是李德潘老师吼，伊就是较开放啦。啊，若是李梅秋老师，伊就是像讲伊看到我的抽象画，伊就甲我吟啦吼，你画两个吟安尼，伊足无介意的。伊迄阵仔的画法就是讲，伊若安尼行，阮咧上课吼，伊安尼行到你的边仔，伊若看无介意的是，伊也无甲你讲，伊对无介意，伊就笔就甲你摕来吼，摕你的笔，啊，就甲你的调色板摕来，伊就开始调伊的色。伊无介意，伊就调伊是怎甲你画起来安尼吼。迄个时阵伊是安尼啦。啊，所以当伊走诶时，阮就搁画倒转来，因为阮就毋知伊是要甲我改安怎。咱即摆吼，咱鼓励大家尽量来迄个对谈吼发言啦吼。啊，我有可能看袂着恁举手吼，若秀婉姐若看到有啥物人举手吼，啊，拜托讲一下啦吼。啊，我是爱切掉，还是毋免？好，无你切掉好。切掉哈。像伫迄个切论吼，有看到有人问讲，啥物会是手绘？手绘画手嘿，OK， 手绘吼，用手画就是讲你的手爱挂手笼吼，啊才去画吼，才袂就是毋免用笔啦，用你的手去头顶去抚啦。啊，你若足大张的是吼，甲用手都无啥够吼，你着爱用个迄个 ruler 吼，用个迄个滚筒啦吼，爱甲轮安尼甲伊滚过。
好，安尼我搁 follow up 一个问题啦，吼。嗯我知影你嘛是捌做过台美笔会的会长啦，吼。嗯知影足侪即个艺术吼，是文学啦，吼画图啦、音乐啦，吼，拢会有小可互相会当影响、互相牵连。像讲你拄则画迄个1947迄幅图，嗯其实你是受到即个萧泰然音乐吼，迄个1947序曲吼， ，Yeah，迄个感动，你较听讲你是伫足短的时间，本来画足久啊，足短的时间足感动，啊，你一暝原来流目屎，啊，原来安尼一暝安尼画了啦吼。我有法啊，我想度一暝啦，报伫真短时间无足紧的，着呀。真短时间就是受到迄款迄个音乐的迄种的迄个刺激吼，啊，所以所有的感情拢拼出来啦吼。对啊，我是听你安尼我讲啊，我是对记者讲一暝安尼较戏剧性啦。啊，我要问个问题就是讲吼，嗯你敢会当简单介绍一个台美笔会吼？嗯啊，因为咱遮内底有袂少有咧写作的即个文学家啦吼。啊，安怎你伫迄个中间吼，即个笔会中间的交流，啊，对你的艺术的创作吼，敢有啥物款的影响还是交流安尼嘿？台美笔会吼，台美笔会吼，伊是已经几年啊，足久啊吼，几年我真袂记啊，足久啊，我知影足久啊，我是要哪讲，较无遐尼，毋是讲自头我就入去伫即个笔会内底啦吼，我是受邀请入去吼，啊，当年吼，浪年啦，浪年就是讲伫即个会长是2年任吼，啊，伫伊的第2年爱鼓励遮个会员来写作吼。当然会员拢有咧出册咧写作咧发表伫台湾遮个即个较有分量遮个迄毋是杂志啦，就是因较有分量的刊物内底吼，也是讲因有去因的册有去得奖吼，啊，阮有固定的即个出册吼，我凊彩摕一本来互大家看吼，我来摕一本互大家看。我伫迄个纳米咧准备的中间吼，看你到伫内底吼，较顶下可能我会问迄个新艺会的代志，所以我嘛知你是新艺会的成员。好，来你看，你讲。有出这台美文艺啦吼，拢有出这，就是讲逐年就是讲会长任内的最后一年拢爱出一本册啦吼，就是上面是鼓励，啊，这内底有，就是所有的会员拢会当出册，啊，这是会员制吼，啊，伊有一个真少的即个费用。迄是主要咧 support 的即个出版，因为出版爱费用嘛，吼，啊，所以有即款诶是内底真侪高人啦，啊，因为我嘛无拢总办吼，较歹势吼，文正兄也无伫遮，无伊就会当解说甲足好势，啊是惠娜嘛会当解说甲足好势吼，啊，大概就是安尼啦，就足鼓励讲参与伫像讲伫报纸顶面啦，还是讲伫出册吼，伊家己出册啦，互大家知影呢，大概情形阮有当时就是讲，即马较无啦吼，以前就是无pandemic以前吼，就是较有讲大家。一年有1摆啊2摆的迄个聚会，还是讲有即个出册发表会时，大家都会组织啦，会邀请，迄个啥物名啊？我即摆迄个名袂记。吼，伊这少年人又鼓励少年人讲，伊若出册时，阮就去甲伊応援吼，大家去甲伊応援啦，吼，去参加伊的发表会安尼。好，呀， Yeah 我有迄本台美文艺啦吼，所以是伊个出版社后壁是叫做台美人笔会出版的就对了。对，台美人笔会。所以我是两个组织，其实是一个组织尔就对了吼。嘿，对。啊，因内底3、5线会牵一寡
有关即个美术创作的。哦，即个大部分是像讲有论说啦，吼，也是讲即个小说啦，吼，毋是即个规本册小说啦，就是较短篇的小说啦，吼，出版内底也有散文啦，也有诗啦。啊，讲到即个画图的较少啦，就是个有当时因讲会当提供一寡即个图来互规个安尼显的是较袂讲拢总字安尼吼，啊所以就有人会提供一寡相片啦，也是讲画图的人会提供即个图面出来安尼，大概即出版的情形是即款的情形安尼呀，啊因为。颠倒是即个太平洋时报的迄个文艺版吼，较少有图出现嘛吼。对，伫我迄个版，因为我主要是咧介绍讲甲艺术有关系，吼，就是讲有艺评家写的，也是讲有艺术活动，也是讲即个有即个艺术家伊的新的创作品安尼，吼，拢甲介绍。通常会安尼嘿，即马因为伫网络嘛是还阁有啦，还阁有足侪遮个消息，所以大家还会当去网络去看太平洋时报，还阁有，啊有特别一个专栏吼，咧鼓励遮个写作诶人啦。咱有看着放野手啦吼，我即马阁先阁问一个问题了，咱就来讲新艺会代志啦吼，好无吼？你敢会记得咱即个台美林笔会吼，还是讲即个台美文艺，迄内底写的故事的内容，小说也好，诗也好啦吼，迄个内容是拢有关伫咱北美的生活，还是讲伊是拢是写伫回想台湾的代志较济？你敢有即种印象？拢有，拢有。比例差不多啥物款？一半一半。比例上来看吼，大概一半一半，因为即马过来，阮今年要出的即本吼，哪像咧印啊吼，也未摕到。即本内底就有咧讲故啦，台美就是讲伊的故事啦，是伫遮个故事，也是伫伊细汉伫台湾的经历，也是讲因为会当有2篇嘛，所以伊会当写伫台湾的，甲伫美国的无共款的即个故事安尼。因为我咧问这是讲，咱即马有一个台湾一个台文笔会啦，吼。我一直咧想讲，假使若是会当有台文笔会吼，含台美笔会安尼来交流吼，交流毋尔干那讲写作的技巧，嘛有一寡交流是讲即个台湾人的看法，讲台美人的看法吼，咧检测会诚趣味啦吼。好，安尼。即摆刷落来吼，我来问你，敢会当简单介绍即个新艺会即个组织吼？来了，咱请即个苏范豪吼，来补充安尼好无？吼。好，呀，这是安怎我会去创设即个新的啦 ，New Art 吼，因为就是讲即个新的即个协会吼，主要内底的成员就是大家拢是为即个较传统的即个美术安尼学院出来，也是讲伊有伫即个领域内底有用足大的时间伫即个内底咧研究吼，所以大家算起来拢是较专业啦，吼所以阮会当甲即个主流来交陪吼交流，嘛会当带到有诶会长是阮轮流做会长，所以有诶会长伫即边会当做主流诶交流，有诶会长就是带转去台湾，甲台湾有一个交流安尼，吼。这是一个较无共款诶，就是讲大家较专业啦。大家做伙时，就是会当讲，会当发表你
你的作品啊，新的作品吼，啊，你安怎创作遮个物件？啊，因为大家拢是较专业的，所以较袂讲你定定做伙咧做展览啦，哦，是有时阵啊咧做展览安尼，啊，大家拢会去发展伊家己的迄个展览，啊，互人知影你若会当去的是，你就会当大家拢做伙安尼。好，多谢。啊，无咱而且放咱甲恁补充一下吼，反几礼拜前吼，伊嘛有来咱即个论坛吼，伊分享讲伊去欧洲顺便台湾之美吼，遐个经过吼，啊，看你敢会当甲麦克拍开，请你来补充一下好无？那个梁公兄吼，妈咪吼，足久你好，你好，我就是因为他拄有讲到即个丁义雄老师啦吼，所以我想讲我来补充一下。有几点补充，第一点就是讲咱做迄个迄个啥，迄种萧泰人大师哈，即个音乐会哈，伫 Torrance 哈，迄当时是我甲 Torrance 的新闻去牵成的啦，啊，就是讲咱促成迄个咱台湾人吼，即个展览啊个甲迄个音乐会吼，伫 Torrance 算讲也真成功，啊，因为安尼就佮连续佮做第二届啦，吼，啊，这是真久的代志，啊，所以伫咱台湾人算讲，我是感觉真荣幸，就是讲迄当时，我甲因的基金会来合作，啊，按有迄届迄个发表吼，为即个萧大师来做一件代志。啊，第二站吼，就是讲张义勇老师吼，张义勇老师你头拄讲起，迄个展览就是我甲伊策划的，迄叫做百年回顾展。啊，迄个策划吼是伫国美馆，迄当时是我转去台湾，甲迄阵仔是文建会。文建会吼，因囝对日本转来，啊，我带伊去，啊，我去，因为我伫犹他读艺术的嘛，啊，我拢做展览，我拢伫博物馆做事，啊，所以伊迄个台湾的即个文化界甲博物馆界吼，啊，我拢有识啦，我拢有识，啊，所以我转去文建会甲因讲，迄当时就是讲帮即个张义勇老师来安排。我讲，因为伊是咱台湾人的一个真荣耀啦吼，你长期拢是伫日本甲法国，啊，伊嘛是咱即个伫法国啊，受即个艺术界真尊重，而且伊过去作品拢是艺人吼，艺农咧家做啦，来家做展览啊，家卖图。所以伊的作品基本上拢是互人收藏啦，伊家己无啥物大图通出来安尼啦，啊，所以迄个展览，我甲文化部讲，啊，文化部互我去选择，伊讲看我选择对一间，啊，我是认为讲北部对张义勇老师较熟，拢画廊有咧做，啊，即个伊佫家己人，所以呢，我当选择，尤其伊佫是西方艺术，所以我选择即个国美馆台中。啊，所以我伫迄届要转来美国进前，就去甲国美馆讲，去看张数。啊了后，因为国美馆本身嘛有图啦，伊嘛有五六张即个摆好的图啦，老师的图。所以迄个敲定啊，规个细节啊了后，国美馆伫台湾的部分，因为国美馆啊，佮一寡画廊的关系，借一寡图转来展览的啦。啊，老师迄届无转去啦。伊迄个年纪大啊，伊要转去，因囝转去。我完全是我家己去日本啦，我去日本去3逝啦，我做这无甲老师摕任何钱啦，拢是纯粹就是帮忙安尼啦。第三项就是你咧讲起即个新艺画会，新艺画会安尼当时就是我当我对犹他转去台湾，我迄个外交部推荐转去成功大学艺术研究所4档，啊，第个佫转来了，我就无转去犹他，我就来加州啊。啊，伫迄个当时拄好来了，我就
第一档啊、第二档，俺就有迄个什么活动熟悉安尼，啊，你就邀请我参与你即个迄个心意画会。啊，因为我参与毋知几档啦吼，我啊几张作品安尼展嘛，啊，因为我大部分时间拢爱做书嘛，我拢做国际展览的，所以拢定定无伫咧。所以就等于讲无参与，也无甲恁服务着安尼啦，啊，退出即个你心意画会啦，不过就是讲，大家是真好的缘分吼。我当来三就有机会通熟悉安尼，熟悉甲一寡较好的人斗阵啦，今仔因为我就听讲你即个要演讲，我就足久也无见着面啦，毋知讲你即摆变啊，我今仔起来听你分享，感谢你啦。多谢多谢，真感谢范的分享啦吼。拄则咱有讲迄台湾人联合基金会，就是要联合吼。即边迄场音乐会1947吼，确实有达到联合的效果啦。即感谢范的牵线啦吼，含阮遮一个，迄大部分都讲是犹太人的迄个symphony的款啦。迄是无简单，迄场活动吼，迄个指挥是叫做 Feta， 伊伫南加州吼，每一年伫Marina Del Rey 遐拢有一个 summer 的即个 symphony 的演奏吼，拢请伊咧演奏。伊吼，我感觉上难得的就是讲，伊有一个 pre-concert talk 啦吼，伊用做一个白人来介绍咱228的代志吼，伊甲228的代志讲甲诚客观，佮诚完整。事后吼，有一个人叫做Paul Kong 的款，是犹太人。伊是讲，伊去遐吼，毋是干那听着音乐吼，伊迄是对伊来讲是一个文化吼，一个文化交流的一种享受啦吼。我即摆画即张图吼，咱伫迄场音乐会有2张图啦吼，其他还佫有一个台湾之美的图，但是敢若2张图含即个1947的音乐较有关系吼。头一张是纳米画的吼，画甲足水的，是用较抽象的图画吼。即张是较用迄个插画的方式啦吼。结果即张图是怎用做迄天迄个 TUF 台湾之夜的 program 的封面啦吼。或者是伊的 title 是叫做 Love and Peace 吼。差不多会讲用这个树根来讲，着讲台湾人安尼代表台湾人正苦闷吼诶历史啦吼。伊用这个心啦吼，几个心吼，来代表讲即个疼吼。你甲看伊遮是2支吼，梨吼，即个个八支树吼，用即个月光，迄个光吼，来照着一个即个囡仔吼。即个囡仔会当讲，虽然是伫安尼台湾人诚苦痛的历史的中间，伊有缘会当伫遐诚平安吼，来享受吼，即个咱即顶辈的人吼所付出的辛苦啦吼，大概是安尼吼。好，安尼咱敢佫有啥物人要来？迄是我讲者，迄是梁公遐后生啊，蒋话吼，蒋足共话吼。我定甲伊讲，太无爱请蒋来讲，蒋足共话。小等我佫补一个迄个张义雄先生吼，伊是咱台湾人内底第一个受到即个法国吼，因足尊重的一个艺术家吼，互伊会当讲。即个咱有即个像讲，什物养老金，什物款，什物即款的老人的即个照顾，伊就是受到法国诶照顾诶即个艺术家，伊会当伫遐养老，免烦恼安尼。哇！不过伊结果无伫遐养老，伊若像伫日本嘿，伊较惯势啦。安尼，咱即摆时间已经有较晚吼，咱即摆佫来报告吼，拄则来报告讲咱。1月14吼，咱有要伫静修中学办一个见面会吼。报名表咱有搭伫顶头吼。迄个早起吼，咱有要一个大吊亭吼，行踏的活动吼。因为人数吼，报名名额有限，所以是咱先分享吼，
互咱有来参加论坛的人先来报名安尼啦，吼。迄个再生兄，你敢有要补充啥物款？欢迎大家参加，绝对袂互你失望。嘿，有影，因准备甲，恁即15个人拢是北美倒去的，吼，恁即个 podcast 的这制作团队，是阮差不多，无到15个，差不多11个人嘿。才11个人，吼。恁我听你咧讲是，恁毋是干那讲参加迄暗尔，恁是游规个台湾，敢是？毋是干你看到你？是，阮比阮迄个，阮内面有5天的时间，对台南先行院开始吼，就去找着迄个巴吉咧，黄江辉吼，马家国，迄个因的影食啦吼，就搁去找拄啊讲黄土水吼。甲即个顺天迄款迄个展览吼，要甲新安老师搁一个交陪吼，所以阮会搁去迄个淡水啦吼，淡水，大场町当然是故事是精彩啦，阮去大场町，阮嘛要去无咧路餐厅吼，食饭，搁要去。那个是吼，那个是咱是一个已经渐渐已经无去的一个小型的乐队啦吼，就伫咱的时间内，伫我的时代会较早一点的时代哦，有伫北投流行一站吼，阮有伫帝王饭店遐去找着那个是还佫有伫遐表演啦。所以阮10几个要去遐唱那个戏，要体会着光辉小姐迄个时代吼，伫那个戏唱歌的。你这有要互对无啦？好愈听愈精彩。我是因为阮迄个能力不足啦吼，嘛无法度照顾每一个人，佫迄个定理社问题啦，佫交通的问题吼，拢毋是。阮是以公共交通为主啦吼，所以真歹势啦吼。无阮甲迄个阮5天行大情形吼，想办法摕出来发表安尼啦吼。恁若去台南吼，去新学院吼。一定爱去参观迄个长老教会的史料馆，迄个馆长吼，伊后礼拜要来讲。OK。后礼拜是拄好圣诞节嘛吼。是。我甲伊拜托讲伊来讲迄个吼，台湾长老教会历史吼，是算做讲上帝赐予台湾人上好的礼物吼。即个。长老教会的款新学院哦，是对咱台湾的医疗啦吼，教育啦、音乐啦吼，各方面哦是足重要一个机构啦吼。因为迄内底史料馆伊拄好落成的时阵，我有去参加伊的感恩礼拜。迄个收藏的所在吼，用足功夫呢。伊拢是恒温恒湿的设备呢，拢爱恁去。为了拍击咧，伊迄主要是，迄神奇咧是，即码是变做即码变做新学院的镇院之宝啦，我要来去看。所以因迄留足侪文物伫遐，会当证明讲吼，较早